中年的油驗出低乾物超標，有一寡做糕仔餅業者就煩惱講會影響到中秋的訂單。不過嘛有人認為講，這做糕仔餅主要是用庫里姆，唔是沙拉油，所以影響無大。也那這屆嘛受到影響的其中一間公司福壽，早起是傳出講佇咧沙拉的工廠發生火災，加在是無人傷亡。這工廠頂頭一直慶祝烏色牛煙，26早起9點半鐘下啊，台中市消防隊接到民眾的報案，講福壽公司沙拉廠的工廠發生火災，隨派水車去拍火。結果小客所在是食品倉庫的樓尾頂，無佇用的洗腸桶，敢若是員工食薰無細膩才引起火災。加在火佇早時9點53分拍熄，無造成人員的傷亡。員工因為在抽煙，現場抽煙造成就是洗滌塔發生火災，用人為疏失管理不當造成火災，環保局將依違反空污法32條，裁處新台幣10萬到500萬。中年油脂驗出低乾物苯片皮，福壽這下游業者盡量力停工接受調查，引發國內10萬的風波。做糕仔餅業者的煩惱講受到影響，中秋的禮盒糕仔餅大家較唔敢買，不過消費者相關去買去交關，一個店頭無受到最近導遊風波影響。放心店家的信譽，對。所以放心，應該就是廠牌的問題吧，就是像名店，他們就是應該也不會為省那些就是品質的油，然後去造就就是製造一些糕餅，然後產生問題。今年中秋節是我要到月底，糕仔餅業者大部分佇7月就提前開放有買，也佫有促銷。業者講，糕仔餅主要是用麥蛋來做，唔是用沙拉油。所以講，這波導遊事件對這糕仔餅的製作影響來講是真少。所以我們鳳凰酥都是進口安佳奶油，沒有用那個什麼沙拉油那一種，所以不會。業者講，民眾愛食太陽餅、旺來酥甲兩連酥，攏是用進口的麥蛋做的，也毋過是按問題，一直爆出來，恐驚影響糕仔餅的業績，尤其是中秋節，是糕仔餅業的大日，希望政府使趕緊來調查清楚，公布這個合格甲無合格的油品，讓業者甲消費者攏會用真清楚的參考，才有法度買得安心，食得放心。記者綜合報道。